使徒行传第25章，非斯都就任3日后，对凯撒利亚上去耶路撒冷。祭司长甲犹太人的领袖对控告保罗，因请求非斯都拜托伊将保罗送去耶路撒冷，因计划伫路中埋伏要甲伊杀死。非斯都应讲：保罗关伫该撒利亚，我家己嘛念边要转去遐，所以恁中间做头的人，通甲我做伙去该撒利亚。这个人若有做什么毋对，因通伫遐解告。非斯都住遐正10日，就倒去凯撒利亚。隔日一开庭，命令人带保罗来。保罗一日出庭，对耶路撒冷落来遐犹太人活来，徛伫伊的周围，用真侪严重的罪名甲伊控告，毋过摕袂出证据。保罗为着家己辩护，讲：我对犹太人的律法，也是圣殿，也是罗马皇帝，拢毋捌做什么毋对的代志。毋过非斯都为着要互犹太人欢喜，就问保罗：你愿意上耶路撒冷，伫遐为着这个告诉，接受我的审判无？保罗讲：我现在徛伫皇帝的法庭，当然着伫遮受审判。你明明知，我并无得罪犹太人。我若有做毋对，犯着该死的罪，就着死。我嘛绝对袂逃避。毋过因的控告若无事实，无人会当甲我交互因。我要对皇帝上诉。非斯都甲顾问参详了后，应讲：既然你已经对皇帝上诉，就去皇帝遐。过几若日，阿基帕王甲伯尼基来凯撒利亚，对非斯都表示敬意。因伫遐住几若日了后，非斯都将保罗的案件讲互阿基帕王听。伊讲：伫遮有一个腓力斯留落来犯人。我去耶路撒冷的时，犹太人的祭司长甲长老有解告，要求我甲伊定罪。我甲因讲，照罗马人的惯例，被告也要甲原告面对面对质，也无机会为家己辩护，袂当甲伊定罪。所以因拢到位。我随时伫隔日规定，命令带迄个人来，原告徛起来控告。毋过所告的，无一项是我所想的遐尼歹。因甲伊争论的是因家己的宗教问题，以及一个叫做耶稣的人的代志。伊已经死，毋过保罗主张伊要得活。这个问题我毋知着安怎调查，所以问保罗。看愿意上耶路撒冷，伫遐为着这个代志受审判啊无？毋过保罗请求继续甲伊扣留，等下皇帝裁决，所以我命令甲伊扣留到送交予皇帝。阿基帕甲非斯都讲：我家己嘛爱听这个人讲话。非斯都讲：明仔载你会当听伊讲。隔日，阿基帕甲伯尼基非常请缨入场，带指挥官甲市内要人进入大厅。非斯都下令，保罗就互人带入来。非斯都讲：阿基帕王甲在座各位，恁看这个人伫遮甲伫耶路撒冷，所有犹太人拢对我请求，我讲就互伊死。毋过我查袂出伊有犯着什么该死的罪。伊既然家己对皇帝上诉，我就决定甲伊送去。关系这个人，我无确实的资料，通对皇上呈交。因为安尼，我才甲伊带来各位面前，特别伫阿基帕王你的面前，查明案情了后，通得到资料呈交。因为照我看，押送受犯，
无指明伊的罪名是无合理。